新嘅筆記，咁如無意外咧，大家同學今日收到本新嘅筆記嘅 Volume 8啦，Transformation of Graph 啦。咁啊，除咗筆記之後咧，仲會有個 Past Paper 一份啦。咁啊，新同學留意一下啦，喺度收到嘅 Past Paper 係80年去到最 update 嗰年啦。咁啊，你會見到係播嘅咁樣，係啦。即將要講一講，咁到底其實呢課書考幾多？我陣間都會講嘅，因為你最關心就係，喂，用幾多力去讀啊 ？OK， 有幾難啊？使唔使好用力啊？等等。OK， 以往考幾多咧？以往大部分嘅年份咧都係考 MC 嘅。OK， 好少嘢考嘅。自從邊年開始痛苦咧？2015年開始。咁本身其實呢一嚿嘢咧，15年去到而家都係考緊 non-quick 啊 Section B 嘅問題。咁你話，係咪真係好難做？唔係，因為之所以佢難咧，係因為好多時候佢會連同你最真嗰課一齊出，就係個四心啦。所以你見到咧，好多啲四心嘅問題啊，尤其咩無啦，突然之間亂入個 circumcenter 亂入個 in center 等等咧，就係佢痛苦所在。好啦，講下先。OK， 我哋抄低第一版先。即係你關心下考嘅第一件事咧，所謂 transformation of graph 咧，呢個 topic 咧 syllabus 上邊咧必然會喺 section B 見到嘅。OK， 咁啊唔會喺 section A 見到噶啦嚇。咁啊第二件事咧係Paper 2會考啦。OK， 咁 Paper 2咧會有兩種嘅考法嘅。OK， 第一隻咧就係普通 graph 嘅 transform。其實所謂普通 graph 嘅 transform 咧，即係 quadratic graph，因為冇考過其他嘅。因為其實你係唔係好識其他嘅。咁第二類咧就係trickle graph 嘅 transform。你同我係啊，你上年咪講過咯。係啊，我記得上年我哋講嗰陣係 trickle graph， 而 trickle graph 咧其實先係呢課書近代啊最唔重要嘅，因為對上一次見咧已經2015年㗎啦。即係大嗱都10年前、10幾年前咁樣㗎啦。OK， 咁啊近代全部考咧都係考翻呢隻樣嘅。好啦，另外啦 Paper 1啦。Paper 1咧由15年啊，即係就係個接軌嗰一年啊，開始打後開始計起咧，就係出條11至到13分嘅問題嘅，唉最痛苦。咁啊呢個11至13分講翻啲歷史先，就係transform 咧，其實係佔咗3分嘅。咁其餘嗰啲全部都係4心，但係最擔心係咩咧 ？transform 擺 A part。你 transform 錯咗，你後面就糟糕㗎啦。所以咧，我哋今日目標好簡單嘅，就係起碼知道嗰啲次序有咩咁重要啊？到底有啲咩需要留意啊？然後我哋嘭聲，順便最後講埋個四心，好唔好 ？OK， 好啦，繼續講先。查兩嘢，每次如果大家同學仲記得當年咧，蘇講呢課嘅時候咧，我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叫做小明定理。一句説話形容晒何謂 transform 啊？小明定理啊！有冇玩過小明啊？即係。我次次都係問呢個啊嘛，我每一年問完之後都冇人問，咦？你真係玩過咩？真嘅，即係嗰個小明咩？我上次教你哋啊，咩嘢啊？你冇玩過啲咩？小朋友係玩手指嘅，你想玩咩？係咁噶啦，即係咩？冇咁重要，即係就算你冇玩過都並唔係最重要，就係小明有啲上下、左右啊、前後啊、捐沙窿啊等等唔重要。OK， 其實完全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咩咧？個 idea 就好似活進一條友嘅喐動啊！我哋隔離畫低先。阿強的一天啊，中意叫小明、小強、小嘟咧係完全冇分別嘅。OK， 好冇？最重要就係即係小柳啊咁樣一樣嘅啊。咁我哋夾埋第一個，夾埋有幾多個5大類嘅 transform， 包括上下啦。我哋 recall 下先。第二包括左右啦。咁啊，由於呢個圖咧有個 2D 2 dimension 嘅圖啊，就唔會有前後嘅。所以第三個咧就係阿強嘅一天嘅長大，包括有高矮啦。其實呢件事好唔合理嘅，正常一個人唔會無啦矮咗。高矮啦，係嘛？第四啦，肥瘦啦，同埋 last 第5個照鏡自戀。咁啊，由頭到尾個 transform 咧，唔係講緊直線變曲線，OK， 唔係變三角形變正方形，而係講緊呢5大類嘅 transform。咁呢個咧就係叔叔要講為立，為咗令我大家同學賓至如歸啲咧，我必須講其實獨立去出現咧，一啲都唔難做。求其要講呢個 level 3啊、level 2嘅同學，佢都聽得明，正常啊，應該聽得明嘅。最難係個次序嘅問題，所以今日咧我會滲下到底個次序有幾咁重要，好冇？我哋講咗幾個先。K 頁後面先講第一隻，何謂上下？第2頁。上下嘅意思就係上下咁嘅意思。你由原本個 graph，OK， 原本嗰個 y 對 fx， 咩叫將個 graph 向上褪啊？所有嘅 graph 都係由點組成噶嘛，即係每一點 coordinate 咁樣向上褪 ，y coordinate 嚟喐動。明明佢係1，我褪完上面3格當係咁啊 ，OK 就變成4。明明佢係2，褪上3格就變5。明明係0咩？褪上3格變3。所以原本嗰個 y 對 fx。Y stand for coordinate 啊嘛，你出乜嘢我都加3，所以最後個樣咧就叫做 Y 等於 fx 加3，好合理啊！即係故事好白痴嘅呢啲上下，就算我今日你第一次學，就算我哋第一次見呢嚿嘢都覺得好弱智，即係好 make sense，即係總之你出乜嘢我咪加3咯。唔係啊，我中意減5啊咁樣向下褪5格。
咁啊就係你出乜嘢我都減5。你出 fx 咩？OK， 你當 x 等於2嘅時候，你出3咩？我出-2。你出1咩？我出-4。故事就咁白痴。所以咧 coordinate 咁樣減 y 對 fx 減5。咁啊結論好簡單啦，上加下減。OK。咁啊，全部都係外圍做嘢嘅，即係你本身出乜嘢咧，我都加減就可以啦。咁呢個冇乜特別。好啦，之所以 transform 難咧，其實主要有兩個。頭先我一開始已經要講次序很重要。第二個咧就所有橫向嘅喐動，我哋俾粒星先。如果大家同學當年中4嘅時候喺度上堂，或者你學經已教咗呢課咧，抬起頭乖喎。OK。任何嘅橫向喐動咧都係唔直觀嘅，即係你諗下，如果單純粹講緊，喂，原本 x coordinate 係3，OK， 我變成 x coordinate 係5，明顯係人都知啦，加2啦。但假若今日個故事係咁樣嘅時候咧，OK，你中意隔離抄就得，你中意唔中意你望呢個圖啊？我畫翻靚啲先，你望以下呢個圖啊。我每一次都講呢個上滑梯嘅故事，因為由頭到尾橫向嘅喐動咧。我哋理解唔應該係大細，我哋理解應該係個時間，用時間去理解咧先係最合理、最似橫向嘅喐動，即係 physics 啲嘅。咁啊，你會見到呢個咧就係假設原本嘅 graph 叫做 y 對 fx 啦。OK， 打橫咧係個時間嚟嘅。OK， 當 t 係0秒嘅時候咧，佢離地10米，啡啡聲5秒上到落地下。呢個就係大概嘅故事。咩叫做 coordinate 向右褪3格啦？即係話每一點向右褪，每一點向右褪，每一點向右褪，仲要褪完之後會養一個 shape 一鬼樣嘅。OK， 大概故事係咁。好啦，咁所以如果我向每一點 coordinate 向右褪3格咧，就由5變8啊。OK， 最重要係乜嘢咧？本身佢係0秒開始離地10米，而家唔係啊，佢係由3秒開始離地10米。如果今日必須講正常人去做呢件事，如果你第一次學，叔叔都要兼顧下你。你第一次學，你覺得最 make sense 係咩啊？最 make sense 咪就係呢個 graph 應該叫做 y 對 fx， 即係肯定係 x 加嘢啦，係咪加3啦？但係咁樣完全唔啱啊！原因好簡單，因為你想話俾人聽乜嘢啊？你想話俾人聽，你喺8秒嘅時候發生緊人哋5秒發生嘅嘢啊嘛！你想話俾人聽，你虧啊嘛？用時間去睇，呢個叫快啲定慢啲啊？呢個叫做慢啲啊？係咪？你快啲，你遲啲先做人哋要做嘅嘢。OK， 係你3秒先開始，人哋0秒做㗎啦。OK， 人哋5秒做啊，你8秒先做到，你廢咯。OK， 但係你想講呢件事啊嘛，你唔好加3啊。你想話俾人聽，你 when x 等於8嘅時候，你只係人發生人哋5秒發生嘅，你仲加3，你代個8落去咪出現 F11咯？即係話你話俾人聽咩啊？我8秒就做到你11秒做嘅嘢，你唔係想講呢件事啊嘛？你想話俾人聽，你8秒就做緊人哋5秒做嘅嘢，所以今日呢個 graph 咧唔應該叫做 fx 加3，係咁呢都要解釋下。呢個 graph 應該叫做 fx 減3，原因因為你慢人3秒。OK， 好冇？好啦，咁講埋同一個故事嘅。喂，唔係喎，今日想將呢個 graph 向左褪4格喎，咁樣。假如你向左褪4格嘅時候咧，個 graph 應該變成呢個樣嘅。OK，嗱係咁意啊。向左褪4格，向左褪4格，向左褪4格，呢個係1嚟嘅。OK，咁由5嘅 x intercept 就變成1嘅呢個 x intercept。好啦，用人話來說，本身必0秒由離地10米瀡咗聲5秒瀡落地下。當你褪咗4格嘅時候咧，即係由原本幾時出10啊？原本0秒出10，而家-4又出10，即係偷步咯。係咪？即係你未必開始啊 ？OK， 未開始呢個故事，你已經贏啦咁樣。OK， 你未開始正常攤碼，你已經開始咗啦。OK， 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問題就係你話俾人聽係啊，數字細咗由5變1啊，但係你快啲，快人一步你想達到。咁所以你話俾我聽個故事係乜嘢咧？就係你呢個樣新正嘅graph，你唔好再叫做 fx 減4啦。OK， 因為你想話俾人聽乜嘢啊？你1秒嘅時候就發生緊人哋5秒發生嘅嘢啦。你喺-4，我就贏你啦。我-4未出世，我已經係等於你0秒啦。個故事係咁。所以今日咧，你想代-4嘅時候出0，你想代1嘅時候出5咧，加4先真，就係咁啦。OK， 所以今日咧其實成嚿嘢咧橫向喐動從來唔直觀。OK， 因為從來都係一個時間嚟。好啦，我哋寫翻低結論先。個結論就係加減 h 就緊啦，但是咧就係左係加數。左雖則數字細咗，但是個 graph 快咗。OK， 所以係加數。右雖則數字大咗，但是佢慢咗，減數。左加右減，就係咁啦。咁啊，所以其實呢嚿嘢咧，大家上年聽完一次唔係好記得好正常，因為佢出嘅頻率唔係好高嘅。其實成份卷都係1-2次咁樣嘅，好冇？好啦，我哋繼續。K2，唔講另外2個字先。K 你諗下着數先。第4頁，唉。即係單丁咁樣睇咧，講真我冇見過人唔識嘅。通常今日咧去到中後段先會棘少少嘅。開頭今日應該幾賓至如歸嘅。我哋揀翻嚟第一個，佢由原本 fx 變成 y 對 fx 加2，做緊啲咩？外圍加2向上褪2格啦，係咪？既然向上褪2格 ，coordinate 向上褪，即係你見到由原本3變5做完咯。
OK 係嘛？呢個 f(x) 加2啊嘛。好啦，再望一望隔離呢個叔叔考嘅07年啊。OK， 你會見到呢個咧由原本 f(x) 啦變成 f(x) 加1做咩啊？x 嘅喐動咧。嗱，今日我第一次講呢句，所有橫向喐動唔係加減，係substitute。你係將 x 代做 x 加1。今日第一次聽，你到越後期你會覺得呢句嘢越重要。OK， 我係將個 x 變成 x 加1，咁即係點啊？左加右減，所以係左一格。咁你見到左一格揀 A、B 係黐線啦，係咪？咁向左騰一格答案係多嚟嘅。OK， 冇問題，後面繼續。咁啊，試一兩個啦。唔好搞咁耐啦，呢啲咁鬼簡單嘅。第6頁啊，1.3要做。OK， 簡單嘢嚟嘅。咁到底向左向上打，暫時得兩種嘅，上下定左右啊 ？X 嘅喐動係左右 ，Y 嘅喐動係上下，就咁簡單嘅。外圍喐動係上下。試多個未得，12頁試多兩個，1.2要做。1.3、1.4要做。連續做幾個啦？橫打動喐動難極有限啦，大佬。OK， 第6頁1.3。12頁1.2、1.3、1.4，三個2分鐘開始。單純單一嘅喐動，橫左右啊定上下啊？1.4啊，1.4先係唯一一個要用腦嘅，其他應該唔係好使用腦嘅。嘢事嘅做啲㗎，唔關事獨立課題做啲㗎。呢個完全唔影響任何其他嘢㗎。好啦，嚟啦，咪其實我想講咧，呢條咧就喺其中一年，當年零幾年嘅時候咧，有啲傻佬會做錯呢個，唔知點解有啲人見到個減六會衝出嚟嘅，因為由原本嗰個 y coordinate f(x)， 你想睇下而家嘅 y coordinate 係對於原本嗰個做咗啲咩啊嘛 ？OK， 所以第一樣嘢就係 y coordinate 等於咩啊 ？f(x) 加1再加6，先生。所以在於原本嗰個咧，根據左加右減，向左騰一格。根據上加下減外圍加6咧，即係 y coordinate 加6，向上騰6格。咁啊正常人就咁 𥄫 下算數啦，係咪？所以你會見到咧，望住呢一點，向左向上騰得一個選擇嘅，答案係 C 嚟嘅。OK， 冇問題。好啦，繼續咁虧啦，係熱下身，繼續 keep 後面12頁 1.2 啊。咁你見到咧就係由原本 f(x) 啊，查話 to 個 g(x) 嗱，記得望清楚邊個變邊個啊？係由個 f(x) 變成個 g(x) 咁啊就咁 𥄫 嘅。由呢點變呢點，向右騰2格，向上騰1格。既然右2上1，左加右減，上加下減咧，所以應該係 x 減2，然後再加1嚟嘅。我哋答案 A 啦，好冇？冇問題。掂，繼續右側面 1.3，繼續規嘅。邊個變邊個？減翻睇先。佢原本嗰個係 f(x)， 1係 f(x)。OK， 咁2係咩啊？咁啊其實俾咗個 vertex， 你哋好難睇唔到啩？點對點嘅喐動，由負2變負4，向左騰2格。由負4變3，向上騰7格。既然左2上7，左加右減，上加下減咧，做完 boy。OK， 冇問題。下個繼續 1.4 啊。
咁你見到呢個咧，呢個係唯一一個要用少少腦，但係呢啲腦都用唔到咧，就真係冇乜㗎啦。OK，我哋望翻以下呢個，佢講咩啊？佢話今日由呢個變成 fx，好明顯啦，佢文字上又描述咗 horizontally，你有眼睛都見到佢 horizontally 咁褪啦，褪咗幾多啊？咪就係呢點變呢點咯，係咪？咁呢兩點你要攞，講真有幾難啊？你撳下機已經做完啦 ，x-intercept 嚟嘅 formula 01，同埋你任何 quadratic 你唔識做，你都係撳 x-intercept，即係撳呢個㗎啦，一啊、負二啊、負三啊，篤一個係3，一個負1嚟嘅。所以今日咧好明顯由負1變成3，亦即係話向右褪4格，根據左加右減咧，右4格即係 x 代做 x 減4，濕實條嚟嘅。OK， 2乘翻 x 減4再減3，爆多兩嘢 x 2次啊，減翻8x 啊，加翻16啊，減 2x 啊，加8啊，再減3啊，耶 x 2次啊，然後減翻個10x 啊，加16加8減3，16加8再減3，加21，掂啦？答案 C 就係咁，冇問題，好易啦係嘛？好易，我哋試多一兩個，然後就禮真啲嘅咯，好冇？試下一個，即係所謂禮真啲，其實都冇乜嘢，都係輕鬆嘅。試下一個呢啲咯，呢啲好似太簡單喎，但係不如我哋都要試下近年啲，試多兩個啦。第 1.5 啊，2011年末代會考。咁你話 DSE 有冇考呢啲咧？其實 DSE 中意考呢啲 quadratic graph 多啲嘅，咁而且呢啲咧啱嘅率以 section B 嚟講算高嘅，因為太容易啦。OK， 1.5、1.6 long quest 嗰條先難嘅。另外試多個 1.7、1.5、1.6、1.7， 1分鐘做完得啦，做完休息啊。我又唔記得晒啦，黐線幾廿句。我以前好中意嗰個。我話俾你聽，我真係好沉醉啊！我覺得沉醉到咧，我5分數學係咁睇嘅，非常好難，真係。我好憎佢，所以我一定要搞掂佢，跟住之後就變成即係俾佢虐待得多就愛上咗佢。我覺得係。好啦，嚟啦，繼續咁啊，由原本 f(x) 咧變成 f(x) 減2再減2咧，咁 x 減2左加右減咧就向右褪兩格，上加下減啊向下褪兩格，咁啊冇乜特別㗎啦。只要你唔好弱智到分唔到邊個係 original 邊個係新嘅就冇事㗎啦。即係話捉住呢個右下褪咁嘅答案應該係 dot 嚟嘅。OK 好冇？係嘛？係嘛？啱嘛？你咪分錯兩個啊！好啦，繼續。2012年第一屆 DSE 咁啊，你見到呢兩條其實我特登擺喺左右咧，就係呢條好明顯仿照呢條出嘅。OK 咁啊你見到咧由原本 f(x) 變成 f(x) 減2再加1，即係左加右減向右褪兩格，上加下減向上褪一格，又係啦，唔好分唔到先後就冇事㗎啦。f(x) 再向右上褪，答案應該 C 嚟嘅。OK 好冇？冇問題。後面繼續。demo 卷都係廢啦，由 f(x) 變成個 g(x) 做咗啲乜嘢啊？咁樣咁好明顯啦，呢個 original 去呢個新嘅2號。OK 咁啊做啲咩咧？向左褪啦，向下褪啦，左2下3嚟嘅。OK 咁啊既然左2下3咧，即係左邊兩格左加右減，上加下減，咁所以就應該加2減3 C 啦。OK 冇問題。好。我哋繼續嗱，成個 transform 咧，其實離不開兩種考法嘅，一個咧係俾先俾後問你中間做咗啲乜嘢，一個咧係俾先嘅，俾中間做咗啲乜，問你最後會變成咩樣。咁我哋繼續做多下呢個中間，唔知中間做咗啲咩嘅樣先。咁呢條咧算係近年中意考嘅 format 嚟嘅。第10頁啊，1.7啊，俾粒星仔啊，試下1分鐘做完佢，預備開始。第10頁 example 1.7。
各位，嗱，我哋望一望成個故事先。其實成個故事一句説話講就點解呢個問題難做？你當然咧，你逐個落掉落去試得唔得咧？完全得嘅。OK，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你會見到咧，之所以難做就係我好明顯見到你由+9變+3，係咪減咗3啊？減咗6啊，好明顯啦。但係最大問題係乜嘢咧？試問世間你點樣可以控制令到呢個8x 變4x，而呢個2x 二次仍然都係2x 二次啊？假如你諗下，你今日做substitute嘅時候，你唔可以控制呢一粒 x 而唔控制呢個噶嘛？所以個問題就係，如果今日嗰個 x 出現嘅次數多於1個咧，你好難就得呢個嚟，又就唔到嗰個。所以成件事好合理㗎，就係我今日點算啊？既然咁多人識講嘢，我搞唔掂啦，唔好咁多人講嘢啦，唔好咁多人識喐啦，我得一粒識喐，我咪知道你點喐咯，好冇？所以今日個目標好簡單，就係點樣令到是但死咁件。而你根據常識，你知啊，你唔識是但死咁件嘅，你就係識結合嘅。所以第一步你就係做咩？你唯一一個識結合嘅過程，你最真㗎啦 ，computing square 啦。有啲同學咧會純粹攞個 vertex 去睇，嗱我必須講。如果單純嘅 transform 咧，你攞 vertex 去睇咧係冇問題嘅，做到嘅100% 嘅。但如果個 graph 又做到肥瘦咧，或者做到高矮咧，你攞個 vertex 去睇你就睇唔到㗎。OK 好冇？所以咧我建議不如完整啲，我哋 computing square。咁假設大家好啦，嗱又有 program 啊，你哋有入㗎嘛係嘛 ？OK 如果你又入咗 program 啊，正常咁我撳啦program 啊 ，OK 呢個咧第一個會係2個 x 二次啊，負8個 x 正9啊，嘟第一個咧為2x 減2嘅二次。篤多嘢加1，記得抄翻 leading coefficient 2嚟嘅。OK， 喂，合理好多喎，因為當個 x 出現次數變少嘅時候咧，你就再冇擔心到底我係呢個喐得嚟嗰個又要喐嘅問題啦。OK，隔離嗰個啊 program 2個 x 二次4個 x 再加3，呢個咧會係-1，即係 x 加1嘅二次，再加1，記得抄翻 leading coefficient 2嚟嘅。咁成件事咧赤裸好多啦，即係話今日原來你以為佢個 constant term 有喐到啊，其實冇啊。OK， 仍然都係由加1，仍然都係加1。由-2變成正1，即係加咗3啦，左加右減啊嘛。OK， 所以向左褪3格，做完 C 嚟嘅。OK， 所以今日咧，其實好多時候，當你大家發現點解佢咁中意考 quadratic 嘅 transform 咧，因為你必須考埋computing square 你先睇到。如果唔係，你就諗下，你呢個喐得嚟，嗰個又唔喐咧，你就控制唔到噶，好冇？我哋試多一個。我哋快手講完個 linear 打橫嘅 transform 啊，試多個啊，試下又呢個啊，第20頁啊。嚟啊，少得㗎啦，嚟啊 1.16 啊，講一次咩都明啦，因為即係我講完佢個底韻，你又照住做，好難識做啫，除非你 program 都冇嘅，咁 program 冇你人手做啦。快啲啊，嚟1分鐘，幾廿歲唔好連 computing square 都唔識。放埋呢度，你講下。好，咁啊，同一個故事唔講兩次啦，又係嗰個問題，由原本呢個 quadratic 變成另外一個 quadratic，你控制唔到呢個喐時嗰個又唔喐，係嘛？咁所以縮小 x 出現次數嗱，係咁說服你㗎啦。點解我講咁多嘢唔係我唔直接同你講你做 computing square 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你要知點解你要做 computing square 咯，就係因為如果兩個都識喐咧，佢個喐動唔一致，你又睇唔到㗎啦，好冇？咁所以縮小 x 出現嘅次數啦，咁樣。咁啊，第一個係2啊、-6啊、正13啊，篤兩嘢。第一個咧會係3 over 2嚟嘅 ，x 減3 over 2嘅二次，篤多嘢呢個咧好樣衰，呢個係17 over 2嚟嘅。咁啊2啦。變成呢個樣，我哋又篤一個係2啦、-2啦、正5啦，呢個係1/2，即係 x 減1/2嘅二次啦，篤多嘢，我哋呢個咧就會係+9 over 2，然後都係抄翻 leading coefficient 2嚟嘅。亦即係話今日個 graph 由呢個變成呢個，做緊啲乜嘢啊？好明顯外圍做嘢啦。
係嘛？好明顯個內面咧又做嘢啦。x 由 x 減3 over 2變成 x 減1/2，做啲咩？係咪加1啊？加1啦。根據左加右減咧，其實淨係睇到呢個做完嘅。我知道係由呢個變呢個負3 over 2變成負1/2，仲唔係加做1？既然左加右減，即係加1，即係左邊一格。咁啊睇埋另外一個係咪啦？咁啊由17 over 2變成9 over 2，17 over 2減9 over 2，即係褪低4格就 OK 啦。即係向左褪一格，向下褪4格 A 嚟嘅。OK， 掂，冇問題。冇問題嘅話咧，我講埋第二個 transform。上下左右單丁出咧，冇乜人唔識嘅，即係都幾簡單嘅，因為加減啫嘛。OK， 咁我哋望埋另外一個，另外個簡單嘅咧，今日講晒啲簡單，然後 focus 上下個次序先。第3頁照鏡嘅樣啊，咁啊照鏡咧唔講高矮肥瘦住，照鏡嘅樣咧又分成2種嘅照法嘅。第一隻咧叫做上下反，就係第二隻左右反。咁啊唔會有打斜反嘅，即係除咗當年大家中一度學嗰種 coordinate 嘅 reflect 咧，有機會做打斜反 ，graph 咧唔會做打斜反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唔會同你講 in this case we are 上下反 ，in this case we are 左右反。咁啊問下啲 OK reflect along 邊條線啊？係 reflect along x axis 啊？OK 定係 reflect along y 啊？唔知點解有啲人咧係眼有事定點咧 ？OK 會見到 reflect along x 就走去喐個 x coordinate 嚟㗎 ，reflect along x 係上下反，所以喐嘅係 y coordinate。OK， 明明係5啊變負5，明明係1啊變負1，明明係負7啊變翻7。OK， 所以今日你見到咧外邊落負號 ，y coordinate 乜嘢都落翻負號。明明係0咩，仍然都係0。咁至於左右反咧就係明明係1嘅時候就負1出，明明係3嘅時候咧就負3出。個 idea 係咁嘅，見到上下唔變，淨係左右變。OK， 咁所以今日咧你見到 x coordinate 落負號啦，故事好容易理解。OK。好冇？咁啊，到底係負咗個 y coordinate 上下反啦，定係負咗 x coordinate 明明1出嘅時候，而家負1出啦咁樣，好冇？好啦，我哋揭到去後面嗰版，直接嚟噶咯。從來冇試過咧單丁出 reflect 嘅，因為太簡單。OK，咁通常會點樣咧？就連埋啲上下左右嘅喐動。21頁，不如試一個先好冇？2014年，1分鐘啊！上下搭上下咧 ，OK。一旦係同方向嘅時候咧，你擔心一樣嘢就係個次序嘅問題，你開始越嚟越擔心應該。咁你又諗下個次序嘅問題。都要知道嗰個次序嘅。得啦，係嘛？唔係，其實只要你分到個次序就冇嘢唔 make sense，冇嘢係其他。叔叔想講咧，我哋一齊望一望先嗱。首先由 f(x) 變成呢個樣咧，呢個世界冇叫做咩一減佢嘅。加減乘除嘅，你淨係識電視㗎嘛？咁你會見到咧，好明顯做咗2樣嘢。第一乘負1，聽書乖；第二加1，係人都見到嘅應該。咁但係你會問啦，做邊個先？你話係人都知啦，低能咩 ？OK 一定係先乘再有加減。我就係想講個問題就係咧，呢個你會見到乘負1即係上下反啦，加1即係向上褪啦。如果你試下幻想下，我今日將你兩個過程係調轉咗做。如果你今日你係唔係喎，我左右搭上下，你左右點喐，同你上下點喐咧 ，independent 嘅。但你上下反完再向上褪，同你向上褪完再上下反咧，次序上係有分別。我俾你 feel 一下啫，講嗰陣你答我。如果原本嗰點叫做1、3，我上下反完再向上褪一格變成咩？就變成由1、3變成1負3啦，再向上褪一格就變成1負2。呢個咧係上下反第一、第二上一格。但係假如同一點我 reverse 咗個次序，會發生咩事咧？我先向上褪一格。再上下反變成咩？就會係向上褪一格變成1、4，再上下反變成1負4。你會見到個 result 係唔同嘅，見唔見到？因為掉遠咗佢，所以個次序點解我係咁 emphasize 好重要咧？就係因為如果個次序一調轉咧，所有都錯。你話除咗我唔會錯，打動咧我冇見過人錯嘅，老豆。所以你會見到當年呢個問題咧好廢，就係只要係打動喐動啊，用 common sense 咯。咩係 common sense 啊？先乘除後加減咯。所以今日做嘅時候咧，一定跟住呢個次序做。OK， 就係先做上下反。OK， 再做向上褪，咁啊做完咧，其實就咁望住嗰點，原本我喺度嘅，上下反完去咗樓下，
向上褪咧，OK，即係你可以去上面咯，OK，咁但係個 graph 肯定唔會係 BD 啦，係嘛？OK 係咪？好啦，第二件事就係咁 A 定 C 啊？你望下 C 點會合理啫？你咪捉住個 FX 啊，上下反完嘅話會去咗上面，再向上褪都冇嘢，但係都肯定唔係 C 啦，都係個合理啫嘛。但係我想講嘅就係點解今日個次序係咁咧？OK，我之後會係咁講嘅，就係可唔可以調轉呢個次序？如果調轉個次序嘅時候會發生咩事 ？OK，我哋跳到後面繼續揭啦。試多個先咧，呢啲冇乜嘢嘅。第28頁啊，2.1、2.2。嗱，我想同大家做嘅咧就係一個 mix 咗個次序，啊 mix 咗啲唔同嘅transform 嘅樣，做埋呢兩條咧，我就同你嚟真啦，好冇？因為做埋呢兩條咧，我哋又開始講下到底點解我係咁講個次序。30頁做埋呢個2.4。OK， 係得啦，啱噶啦。跟住做完呢3個，你就可以做條認真。2.1、29頁2.2、30頁2.4。嚟1分鐘，3個。你會發現如果左右搭上下咧，都要擔心個次序，因為一個係喐緊個 X 喎，一個係喐緊個 Y，係咪咧？好似啊呢啲冇嘢，好簡單，慢慢加啦。今日絕大部分時間，大家都覺得自己係一條天才嚟嘅。我哋望一望呢個，咁啊由原本呢個 PX 咧變成呢個 PX 減1，外邊再落符號，咁好明顯啦。見到 X 變成 X 減1，左加右減，啊向右褪一格。咁外邊落符號喎，即係 Y coordinate 負咗，所以就上下反。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咧，向右褪一格上下反，邊個做先冇所謂嘅，因為一個係上下，一個係左右嚟嘅。OK， 咁啊褪完右一格，再上下反。OK，咁啊得個 C 合理嘅，好冇？冇問題。掂面繼續。隔離 2.2，咁呢個咩嚟㗎？由 fx F 變成 f(x) 咁，即係左右反啦，係咪？左右反 OK，第一、第二減咗3，向下褪3格。嗱，記得我係咁寫呢個原因咧，因為你見到左右搭上下，邊個做先唔重要。你中意再褪下先咩？再左右反又得。你中意左右反完再向下褪亦得。OK， 左右反完咯，右手邊咯，向下褪咯。OK， 個 graph 係咁嘅樣嘅，即係話個 vertex 嘅位置咧會變成右下角。OK， 咁啊邊個 vertex 喺右下角，邊個咪你答案咯 A 嚟嘅。OK， 點對點會點都做同一件事啊嘛。後面繼續 2.4 啊，廢中廢啊。其實呢個咧喺第13年嘅 DSE 咧，喺 long quest 度有出翻相似嘅嘢嘅。你會見到呢個問題，我揞住晒個 choice。其實佢唔一定做呢件事，但我想問，如果今日要做褪位，好 make sense 啊？要褪幾多格啊？4格，就唔係褪2格咯。所以其實唔係褪位唔得，而係褪嘅時候唔係褪2格咯。黐線，好明顯啦，佢唔係上下反，好明顯佢係左右反。後期你會見到咧 quadratic graph 咧，左右反係可以用褪位嚟 replace 嘅。你諗下，我捉住呢個 parabola，我褪左同你 reflect 一樣做到同一個 shape 嘅。OK， 好冇？咁啊，陣間我哋會再見到呢件事 C 嚟嘅。好啦，跟住我哋做埋呢個就可以落去今日難嗰條啦。OK， 我哋試個輕鬆少少嘅版本先。22頁上下搭上下 2.2， 陣間講下有冇第二種嘅次序去理解呢件事。1分鐘開始。1分鐘咩？係咪？都係咩？好貴啊！要同我搞喎，我哋負責聽嘅啫。
新年去咧，我最聽到話最勁多人用翻過極。好嚟啦，y 等於 4fx 再減5。OK， 咁啊，第一樣嘢大家唔好弱智仔啦。咁頭先我講過啦，好明顯上下反啊，向下褪5格。你話係唔係？同我抬起頭先，係唔係一定得呢個咧？Math 1我哋寫咧。佢哋話頭先你話 common sense 就 common sense 頭先咪講咯，先乘除後加減。即係由小學開始學㗎啦，由你第一日學數學就知㗎啦。佢就話所以理解上呢個先向上下反 ，OK 寫低啊。第二向下褪5格，係咪咁？咁啊，如果真係咁咧，其實條問題做完㗎啦。上下反即係負1變1，向下褪5格變負4做完啦。所以頭先啲同學咧5秒鐘就做鬼完㗎啦，係咪好 common sense 好簡單 ？OK， 但係我就話咧，點解呢件事啱咧？呢一句嘢你覺得暫時你覺得好廢啊，但我係咁提你嘅會 ，OK， 因為任何嘅打動嘅喐動咧，係捉住原本嘅 coordinate 嚟做嘢。即係話我如果想做上下反咩，我捉住原本嘅 coordinate成個落符號，你出乜嘢啊？第一步齊落符號，分開兩步嚟做咧，你就知道次序嘅重要㗎。OK， 所以由原本出 fx 變成負 fx， 捉住原本嘅 graph，OK， 全部嘅點都向下褪5格，所以全體落完括號先減。所以其實任何嘅喐動咧，都係再將原本嘅 coordinate 落咗括號先做嘢嘅。所以捉住呢個再減5咧，就變成負 fx 減5，冇問題喎。你話乜？但係我可唔可以唱反調？緊有人好中意唱反調。我可唔可以調轉嚟做啊？推咩咁樣？我可唔可以上下褪完先？你試下幻想下，如果今日我係上下褪完先，即係個第一步我唔做反啦，我第一步咧做褪，就變成 fx 減5，再做上下反發生咩事咧？就捉住呢個 coordinate 落負號。就變成負 fx， 唔係減5加5啦。OK， 但係我想問，如果你真係都要做上下褪先，我就唔係向下褪5格，係咩？向上褪5格，因為你連個反咧個褪位都會調轉埋，所以如果你係都要唱反調咧，我就會先向上褪5格。咁啊，呢個好明顯係反社會人格先會咁樣做嘅。OK，然後咧就第二步再做上下反。得唔得啊？其實你冇問題嘅，我俾你 feel 下。同埋咧咁樣寫有個好處，就係你知道個 operation 係邊個位 add 落去咯。OK，咁我先做上面褪5格，由 fx 變成 fx 加5，第一步。第二步捉住呢個褪完5格嘅 graph 上下反，任何嘅嘢都落符號。個故事係咁嘅。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如果我中意將個 operation 調轉嚟做咁黐線咧，其實冇問題，只不過冇人會咁樣做嘅。正常直觀點會咁樣做啊？係嘛，大佬係咪？正常就一定係呢個啦，揀3個 tick 都係揀呢個啦。但係橫向咧就唔係咁噶。OK， 得唔得先？我一定要同你 side by side battle。好啦，你個難噶咯，我哋企業直接做條難嘅33頁3粒星。哎呀，首先廢鬼事你賴啦。對唔住，因為呢個問題係叔叔出嘅。我本身呢個問題諗住，呢個係賤格之一，係唔鬼賤格呢個咧，因為我唔賤格，你都唔識做嗰間咧 transform from 啊，正常係左去右嘅。OK，而家你唔好意思啦，右去左。咁到底呢個 graph 做咗啲乜嘢啊？咁樣好冇？我建議你可以試下憑 common sense 去試一次，但係你發現自己係冇 common sense 嘅，然後逐個試，睇下試得啱唔啱。如果你能夠 A、B、C、D 逐個試都啱，OK。咁即係叫識㗎啦，好冇？但係我以我認識嘅大家咧，你逐個試都係唔啱。試下開始2分鐘，慢慢做，唔易做嘅呢個，冇出過呢個難度嘅。
我今日已經盡量將個節奏較慢啲咧，我一定要搞清楚，因為唔搞清楚呢一樣嘢咧，我講呢課書係完全冇意義嘅。因為成課書唯一一個重要就係呢一下嘅。OK， 我哋揭啦，最後嗰版嚟啦，你哋忍耐多陣乖。我知道大家覺得悶，因為啲嘢易啊嘛，係咪 ？OK， 覺得自己天才啊嘛，我哋一齊望下。左右搭上下嘅 mixing 喐動咧，冇人擔心嘅。你擔心嘅從來都係上下搭上下或者左右搭左右嘅。咁先講上下搭上下，頭先咪講咗冇用咯，係咪？呢啲點會唔識做？一變成呢個樣 y 等於負 f(x) 加2一齊 battle 啊 ？OK， 抄下乖啊！最後93頁啊，你啊！咁啊，第一個選擇係乜嘢啊？我中意做先啊，根據 common sense 先做上下反。OK， 由 f(x) 變成負 f(x)。第二步，我將呢個變成呢個啊嘛，係咪加2啊？再向上褪兩格，捉住原本嘅嘢齊齊再加2，負 f(x) 加2。OK， 呢個咧係 common sense， 最合理係咁樣做啦。好啦，你話我唔中意喎，中意調轉嚟做，我中意先加減後乘除啊，吹咩咁樣係冇問題嘅。OK， 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先加減嘅話，你陣間落個負號咧，連個加減都要落埋負號。所以咧，如果你褪嘅時候就唔係向上褪啦，應該向下褪。OK， 所以向下褪其實都得㗎，由原本 f(x) 變成 f(x) 減2啊。再做上下反嘅時候咧，就會捉住呢一粒嘢冚唪唥落負號，即係負 f(x) 然後再加2啦。得唔得 ？OK， 冇問題。好啦，呢個咧係第一個打動搭打動，冇人唔識做。再講一次，橫向搭橫向，歷史以嚟只係出現過2次嘅 DSE， 由原本呢個樣變成呢個 f 負 x 加2。各位觀眾望一望先啊。其實咧，如果從 common sense 咧，點解我話橫向咁衰咧？因為除咗個數字大咗，其實係減數；數字細咗，其實係加數。咁反智之外咧，最重要係連個次序都調鬼轉啊！你試下 feel 下，如果你今日做緊嘅故事係由 x 變負 x 加2，最合理係咩？乘負1咯，再加2咯。你試下分開呢兩步，第一步就係左右反啦，再向左加右減啊嘛，再向左褪兩格。你試下真係跟住呢個 operation 做，會發生咩事？你一定要分開兩步做，你先見到嘅。第一步左右反，再講一次，所有橫向喐動係濕實條，好重要，講3次，冇得喺個括號度喐嘅，係代 x 等於負 x 嘅。第一步呢個先做左右反。OK， 好啦，捉住呢個 graph， 再向左褪兩格會發生咩事咧？就會係濕實條 x 等於 x 加2，左加右減，咁最後會變成 f 負 x 減2啊。就做唔到你想要嗰個樣噶啦，即係你表面上睇落去嘅時候咧，佢最合理就係左右反完再向左褪兩格，但係唔好意思唔 work 噶。好啦，你有2個處理方法。第一，呢個咧係我中意用嘅。既然你咁唱反調，我哋都唱反調啦。咁樣就係平時我哋應該先加減，先乘除後加減。今日我哋連呢個 operation 呢條船，先加減後乘除最好噶啦。OK。試下，我哋試下做一次先加減後乘除，即係話今日你見到啊，左右反完啊，然後再左褪兩格啦，做邊個先啊？唔係做乘除先，做加減先，所以先向左褪兩格。OK， 就變成由咩咧？由 f(x) 變成 f(x) 加2，好啦，然後第二步再左右反。咁啊，所以呢個咧就係 x 兩次，再講一次，冇得括號落負號，佢唔係落負號，佢係濕實條，濕 x 等於負 x。所以最後個樣咧就變成呢個樣啦，冇問題。所以如果你真係要理解嘅時候咧，如果今日真係單純俾 f(x) 同埋 f(x) 你揀咧，最好嘅選擇就係先加減後乘除咁樣理解，你就唔使再調翻轉啲嘢啦。好啦，第二個選擇你話唔係強迫症我唔可以先加減後乘除過唔到自己等等咧。OK， 你仲有第二個選擇嘅，係都做翻先乘除後加減先。即係第一步都係做翻左右反先，咁咪乘咗先咯，係咪？乘咗負1先咯，咁咪變成 f 咩啊？負 x。但係第二步咧，你就唔係向左褪兩格啦，寶寶，而係乜嘢？雖然表面上有加2，但你陣間代嘅時候咧，你係代 x 等於乜嘢先能夠出現負 x 加2啊？你應該代 x 減2啊嘛。即係你陣間褪嘅時候咧，你唔係褪左兩格啦，你應該係褪右兩格，明唔明講咩？就係咁啦。所以件事點解橫向喐動我講得咁慢咧？因為下次我再加埋嗰啲肥瘦啊，OK，你就好崩壞嘅。到底肥定瘦先啊？反完先定係肥先啊？肥完先定係左右先啊？咁樣 OK，x 代做 x 減2啊，濕實條，因為右兩格係 x 濕做 x 減2，所以呢個變成 f 負 x 加2，得啦。所以你見到咧，如果喺橫向喐動底下咧，次序很重要，OK，同埋個次序咧幾反調嘅。OK， 就係咁啦，好冇？翻返嚟頭先嗰個，其實講真呢個問題咧，對唔住，其實歷史以嚟咧冇試過出現啲咁賤格，由核突變核突嘅，大部分都係呢個變呢個嘅，因為呢個變呢個都有人錯噶啦。咁更何況呢個變呢個咁樣，逐個試啊！即係既然咁樣衰，唔好搞咁多，我逐個試先，試一次俾大家睇，嚟咯 A 咯
由原本 x 減2，先向右褪6格，根據左加右減 ，x 代做 x 減6，第一步減2啦。所以第一個咧會係 f(x 減8)，OK 第一步，然後 reflect along y 軸，變唔變到呢個樣啊 ？reflect along y 軸即係咩？即係左右反啦 ，x 代做負 x，substitute。x 代做負 x 嘅時候咧係負 x 減8嚟嘅 ，A 肯定唔啱啦。好啦，下個 B 繼續啦，先向左褪6格，根據左加右減 ，x 代做 x 加6，OK x 加6再減2。其實呢個睇落去幾 make sense 嘅，變成 f(x 加4)啊。好啦，繼續啦，望埋，唔少同學錯嘅。And then reflect along y-axis， 即係咩 ？x 代做負 x 做完，答案係咪呢個啊 ？x 代負 x 啊嘛，所以最後個樣咧就係係喎，4減 x 喎，係喎，做完咯，喂 ，OK， 好啦，嚟到個 C， 咁我頭先行過咧，好多同學圈 C， 我哋試一次點解 C 唔啱，好冇？如果你今日係先做 reflect along y 軸，我哋捉住呢個 reflect along y 軸係咩？唔係佢落負號啊。係 sub x， 你只要係弱智啲，你寫低 sub x 等於負 x 咧，你就唔會錯噶。sub x 等於負 x， 第一步 x 係負 x，f 負 x 減2，第一。第二步 translate 2 units to the left，sub x 等於 x 加2。呢個咧其實啲老師咧去到好後期先覺唔記得翻呢件事嘅重要，但係嗰陣時已經太遲，我出咗幾次。望到呢個，所以個樣會係咩咧？變成 f 負 x 啊 ，OK 啊，係啊，得啦，但係呢個負2減2啊，負4嚟嘅，做唔到加4。見唔見 ？OK， 好啦，繼續睇埋嗰啲，D 又冇乜人揀㗎啦。係 reflect along y 軸先，即係左右反 ，x 代做負 x， 再減2，然後 translate 6 units to the left， 即係 x 代做 x 加6，全部都係濕緊個 x。我特登俾呢條大家睇咧，係歷史以嚟冇出現過呢個難度，但係呢條我覺得係幾好清 concept 嘅，就係如果你第一次做，你做錯咧，好正常嘅，OK， 但係唔好再錯咯，因為呢個次序咧，我之後會係咁 mix 嘅 ，OK， 得唔得？呢個就係俾先。俾後問你中間發生咩事，咁啊，我陣間會俾埋另外一個 version 大家睇嘅啦，得未？得啦 ，OK 咧。我咁用力去講咧，佢真係有啲重要，同埋咧，大家要用少少力去聽先聽得明。你都講啦，24頁啊，2.4啊，同一條問題講2次，俾多次機會咧。我建議唔好從 common sense， 我建議逐個試 ，A、B、C、D 咁樣試又可以噶啦。嚟啦，1分鐘。因為正常樣變核突咧，都叫做睇到嘅。核突變核突有啲難睇。DSE 咧就通常出咧嗰啲問題咧，叫你 describe 咧，就出 single transform， 就等你一個。如果唔係咧，佢就應該有好多，即係佢要行咗你幾多次咯。如果你行10步都得啦。係啊，再講一次你諗下你當場你由細到大做嘅時候，你一定濕㗎嘛，你真係濕的時，你由對面都濕的，無論佢係咩樣都得唔得啊？唔係啊，唔係咁容易嘅，講真，即係如果你第一次做，你要用少少力嘅，但係少少力夠㗎啦。transform from 呢嚿嘢咧，即係話由個 f(x) 減2變成呢個樣，喂點做啊？咁樣咁啊，再講一次，其實你逐個試又得，後期高級啲咧，我教你點樣直接睇到嘅。OK，咁但係我哋試下逐個試啦，即係逐個試都做唔到啊，肯定做唔到㗎啦。咁啊，左加右減啦，向左褪4格，再講一次，我叔叔提一次，唔係個括號嘅喐動，係將 x 代做 x 加4。因為你知噶嘛 ，x 加4啊嘛，就係左4格咁解啊嘛，但係 sub x 等於咯，所以呢個係 f2 減 x 再減4，即係呢個係負2減 x 嚟嘅。咁然後 reflect along y 軸咧，好多同學衰咩咧？我知道落負號啊，以為括號落負號唔係啊，係 sub 我寫清楚啲 x 等於負 x 啊。你第一日學 function， 你得 sub 10條嘅啫嘛，你有其他嘢識做咩？咁 low tech 就係咁咯，好冇？就係 sub 10條咯。所以 x 代負 x 嘅時候，你會見到啦。嗱，我呢個係 f 負2加 x 嚟嘅，所以第一個唔啱啦。跟住落到 B part B translate 6
units to the right， 即係話 x 代做 x 左加右減減4，所以2負 x 減4繼續，然後呢個變成 f 2減負4即係6啦，6減 x 啦。然後咧就再 translate 由reflect along y 軸，即係個左右反 x 代做負 x， 所以呢個係 y f 6加 x 嚟嘅。咁見到啦，又唔得係咪？咁啊第二日 B 又唔啱，繼續 C 咧。reflect along y axis 啊，所以第一個咧就會係由負 x sub x 等於負 x， 就變成 f 2加 x。第一步，第二步 translate 8個 units to the left， 根據左加右減咧 ，OK， 即係向左褪8格，即係 x 代做 x 加8， 2加 x 加8。咁個面又唔得啦，係咪？好啦，睇埋 last 嗰個啦 D。首先咧 reflect along y axis 左右反咧即係 x 代做負 x， 所以呢個2加 x 嚟嘅。我知悶啊，再 translate 8個 units to the right， 即係左加右減減8，唔係代減，唔係括號減8，係 x 代做 x 減8。咁你見到啦，終於掂啦。嗱，咁你出嚟咩樣咧 ？f 2減8即係負6，負6加 x， 所以答案 dot 嚟嘅，就係咁，好唔好？次序重要。OK， 其實我成日都建議咧，因為呢個嘢其實個頻率已經好低㗎啦。如果你咁不幸見到佢咧，不如分開兩步做，你就冇咁容易錯㗎，好冇？唔好對自己太有自信，因為啲自信唔知邊度嚟。好啦，繼續我哋 key， 繼續啊。試下呢兩個咯，好嘛？第32頁啊，嗱先。我哋頭先一路做開嗰隻咧，就係我俾先。比後其實嚟嚟都係咁嘅嘛，我俾原來個 graph 你，俾咗新個 graph 問你，喂咁中間點樣先變到佢啊？咁樣而家呢個咧簡單啲嘅理論上，32頁我就俾咗先個 graph 你，俾咗中間呢條路你，問你最後其實係咩樣咧？咁樣，OK呢個簡單，如果呢個都錯就係啦，危險啦。2.7、2.8打戙答打戙我唔擔心，打橫答打橫咧分開兩步做，安全好多，好冇？2.7、2.8 2分鐘，慢慢做。所以我就話咧，你係唔會少容易俾佢個 Y 字嚟㗎。係咪㗎？係咪啊，大佬？係啊，冇錯啦。OK 啊。係你記得翻嗰兩步錯就錯㗎啦。我俾2分鐘你係等你腦海清晰啲嘅，但係其實係難嘅。我嘅年代都唔使做呢個 trans。係啊，咁你永遠記得係sub x 就得㗎，好似我你成個落去好度，因為成個彎冇可能，即係你一係就淨係控制 y， 一係就係控制 x， 你唔可以控制個，你唔可以控制 specific 個，你做唔到呢件事。啱啊，收冇錯啱㗎啦。咁下次我哋搭埋成好就冇錯。我下次會搞搭撈埋啲嘢落去，然後下次又開出嗰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咪轉咗老師咩？我轉咗啊。係咯。冇辦法。咪好咯，唔係好咩？冇啦。哦，係咩？好啦，咁啊 GX obtained by 個 fx 啦，然後 translating to the right 4 units 啊 reflect about y 軸即係左右反啦。問呢度寫嘅，如果唔係你見到個 y 咧就好想上下反嘅。OK， 咁啊，首先第一步先向右褪4格，根據左加右減咧係 x 減4。OK， 所以 sub x 等於 x 減4，第一步。第二左右反 ，OK 啊 ，x 代做負 x，sub 嚟嘅，sub x 等於負 x， 所以負 x 減4，代個 x 喐嘅 x， 答案 A 冇問題。下個繼續2.8，我俾2分鐘你，唔係真係做，你諗清楚啲啊，叫你做慢啲啊。佢今日個 function 啦，obtain by 個 image which reflecting 個 graph y 等於 fx along reflect along y 軸。
translate 2 units to the left， 我特登上下咁樣俾大家睇嘅。OK， 即係話咧，第一步咧先左右反 x 代做負 x， 第二步 translate 2 units to the left 咧係 sub x 等於 x 加2。OK， 左加右減啊嘛，唔係括號喐動啊，唔係括號加2啊，係代 x 等於 x 加2啊，得唔得啊？所以嚟到以下呢個樣咧，原來最後係 f 負 x 減2先真 A 嚟嘅，點面得啦？得啦，如果呢兩條啱咧，其實即係冇事嘅，即係起碼大家濕食條係冇乜障礙嘅。OK， 繼續嚟多一個先，呢個樣衰少少。我都話咧，其實喺 DSE 咧，你學嘅 graph 你去到最後咧，首先 circle 係唔會做 transform 嘅，得兩種 graph 嘅 straight line 定 parabola。straight line 太簡單唔做，咁咪次次都做 parabola 咯。所以 quadratic 點解咁中意考咧？ OK， 點解咁中意擺喺 section B 咧？因為嗰啲咧先可以連埋四心考 ，straight line 太輕鬆啦咁樣。OK， 試下 2.10 啦，1分鐘做完。唔好意思啊各位，2.10我係夾硬出嘅，所以佢個內容有少少唔合理嘅，同埋咧費事你又賴啦，佢係 transform from 嘅，即係右變左嘅。蘇蘇必須同大家講咧，我哋望出嚟，我唔好睇個題目先，我淨係睇個 choice 抬起頭。你一睇呢個問題咧，完全多餘嘅。你抬起頭乖，抬起頭望出嚟，單純粹講緊個 parabola， 唔係開口向上就開口向下噶啦。我哋望住呢個樣，我要將呢個 graph 變成呢個，當係咁啊。唔好意思，樣衰得滯，你一次，畫得靚啲，由呢個 graph 變成呢個得唔得？靚啲啦 ，OK， 好啦，當係咁啊，係咪向左褪啊 ？OK， 你有冇需要你 reflect 完先向左褪啊？你左右反完先向左褪，褪嘅格仔少啲，不如直接褪呢？有咩理由會 reflect 完再褪啫？又或者喂，會唔會我褪完再 reflect？不如呢度咧原來係2格，呢度咧原來係-3嚟嘅，不如咁啦，我唔好就咁褪啊，我褪又1格再 reflect 啦，多鬼餘啦。所以其實我想講就係呢個問題就係多鬼餘，即係正常咧左右反同左右褪係 either 出現嘅，就唔會 both 咁樣出現嘅。OK 好冇？所以呢個問題唔好意思啊，其中一個 operation 其實係廢嘅，即係我可以唔使做呢件事，一步就搞掂㗎啦。我係都賤格咁解嘅。好啦，但係最重要係咩咧？你想揭翻佢真面目咩 ？From 呢個變呢個 ，OK？ 咁x 出現由1粒變2粒就仲奇怪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就嘗試令到 x 出現次數變少，呢個經已係1粒㗎啦。1粒點變2粒啊？所以你要縮剩1粒先啦，睇一睇佢到底做緊啲咩啦咁樣。OK， 假如大家又係啦，入咗 program computing square 啦，一個係1啦，一個係-2，一個正9結合，呢個係1嚟嘅 x 減1冚唪唥嘅2次，再撳多下加8，外邊冇嘢嘅。所以其實講真咧，呢個問題如果我唔限你 operation， 多鬼餘啦，你係人都見到啦，係嘛？做緊啲咩？咪就係左加右減，向右褪1格咯。佢又賤格喎，佢唔俾呢個你揀喎。OK， 所以今日如果你真係做嘅時候咧，你有2個選擇，第一。我唔係，我本身想將呢個 graph 向右褪1格。OK， 第一個咧最無聊嘅，但係我哋冇呢個選擇，就係佢原本呢個 graph 我哋隔離畫低，唔係，我想大家感覺下啫。佢原本呢個 graph 係咁嘅樣 ，symmetric along 個y 軸嘅，係咪？因為個 vertex 係0都嚟噶嘛。我第一步先左右反完噶啦，係咪？你如果個 graph 本身係圓 y 軸 reflect 都 OK 係咪 ？symmetric 我反啦，反完再向右褪，但你發現咧反完再向右褪咧有啊，但唔係褪1格咯，我褪3格咯，所以揀 C D 係最離譜嘅。
得唔得？因為反呢個工序喺今日呢個 graph 裏邊係冇用嘅。OK，如果反咗先啊，褪完先反就唔同喎。你褪完先反就明明一變負一喎，係咪？又原本零仍然都係零，係冇嘢做嘅。OK，所以呢個唔啱。咁好啦，咁到底 A 定 B 啊？咁咪逐個試咯。我先向左右褪一格 ，OK，再左右反。咁有常識嘅大家都知啦。如果向右褪完一格再左右反就唔係褪右啦，係咪？咁逐個嚟。第一個先向右褪一格啦，跟住去做第一步。第二步再左右反 ，x 代做負 x， 負 x 減1，二次再加8。掹完負號出嚟嘅時候咧，係 x 加1嘅二次加8。哎呀，做唔到呢個樣啊 ，A 唔啱。試埋個 B 啊，向左褪一格 ，x 代做 x 加1，二次再加8。然後再左右反 x 代做負 x， 負 x 加1嘅二次再加8。所以呢個都會係我即係等同於 x 減1嘅二次再加8。答案 B 嚟嘅，就係咁，好冇？冇問題。我倒數兩條，點樣都要做一條 DSE long quest 㗎啦。今日咧我揀咗一條最高興嘅 DSE long quest，我哋埋尾做，下回咧就唔係做呢個樣嘅。你會見到呢條問題咧，你會有錯覺係咪有啲咁弱智嘅問題？近代唔係呢個樣，近代全部都係4心嘅，你唔好諗啦。呢個係第一二次出先有呢啲嘅。11頁啊，1.8啦，睇下埋尾㗎啦，係啊，做多兩條埋尾啦。OK， 呢條係歷史以嚟最高興嘅問題嚟，2分鐘，提提大家。上面文字上亦都描述咗㗎啦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mbinatorial square。OK， 咁啊一定要俾 steps 嘅，即係歷史以嚟都係咁嘅。冇咗個步咧，係無論 step 定係答案都冇分嘅，因為限咗 method。所以嗰啲 method 寫得唔啱咧，俾唔到答案分嚟嘅。2分鐘，1.8， 2016年。好啦，各位，其實人哋咧要叫你用 method combinatorial square 嚟揾個 vertex 咧，慎防你哋用咩 D 啊、M2 啊啲方法去做嘅啊。咁啊，第二件事咧就係講呢句嘢咧，一定要見到嗰一步嘅。如果唔係，佢唔知點樣俾個分你嘅，佢唔知點樣判斷你有冇做到呢件事。咁啊，第一個咧就隨你而家乜都唔得，我先見到個仔咧，唔記得點樣做 combinatorial square 咁糟糕。先揾個負3向出嚟 ，x 二次減翻36個 x，負121唔好理佢照抄。第二步。
夾硬將佢寫成2乘乜？其實呢啲咧全部都係冇分。最重要係邊一分咧？呢分咧無論你點都要死俾我，一定要見到，因為呢分係話俾人聽我點樣努力啊，將個 square complete， 我點樣無中生有，點樣彈出彈入，令到呢3條能夠結合啊。OK 好冇？所以呢步咧點樣都俾你下步直接出 solution， 直接出嗰個 format 都冇問題，但係呢步一定要俾翻我啦。好啦，跟住同學見到佢咧真做，即係好明顯又冇入 program 啦，心算又廢啦，咁樣 x 2次啦，減翻呢個18 2次啦，18 2次，18 2次 ，OK 3 2 4，然後乘翻負3分1 ，OK， 然後咧再減1 2 1。咁啊，所以呢個樣咧負3分1啦 ，x 減18嘅2次，其實下面呢全部都唔重要噶啦，係負1 over 3乘翻負3 2 4 ，OK， 再加翻減翻121，答案負13嚟嘅。你驚唔驚你錯啊？大佬 A part 嚟喎，你梗係驚啦，咁正常點算啦？梗係撳啦，所以正常喺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撳，下面扮做嘅負3分1 x 2次啦，12個 x 負121啦，所以見到噶啦，你唔好理佢。下個18 x 減18 2次減13啱啦。OK， 抄翻個負3分1。然後就所以個 vertex 咧 ，vertex 就應該係18 comma 負13嚟嘅。A 又經已做完噶啦，跟手落到 B part。B 咧就話，今日咧將呢個 graph vertical 咁樣 translate 啊，咁樣。OK， 咁原本個 graph 我哋試下畫下。其實我今日俾呢條大家做咧，因為我唔想你虧到連畫個 parabola 都出事啊。如果唔係下回我哋做嗰啲咩4針啊，攞啲 vertex 連埋佢啊，又揾三角形啊、角度等等咧，喊噶啦。18負13樣係咁嘅。OK，open downward， 因為 leading 係一個負數，點樣先可以令到佢 touch 個 x-3 咪向上褪咯？褪幾多格啊？褪晒我哋之間嘅距離咯，13格。所以 gx 咧就等於個 fx 再加13嚟嘅。咁啊，一係將個 computing square 呢個樣褪13格，一係將 original 嗰個不如 general form 好似靚啲。所以個 gx 咧捉住原來嘅 graph 褪上13格，即係負121再加3嚟嘅。OK， 咁啊見到啦，負118。冇問題，好啦，跟手 C 巴 C 有2個選擇。頭先咧見到個仔咧寫嗰個，其實大部分嘅人咧正常人係寫嗰個嘅。你見到你有負121，我又有負121 ，OK？ 你有正12x， 我係負12x， 你係負3分 x 2次，佢又係負3分 x 2次。本身你喐時佢唔喐唔得，但因為呢個係2次方照耀，你又知道12變負12落負號。x 2次仍然都 x 2次落唔落負號都冇所謂啦，即係話其實好明顯新呢個 graph 咧係由原本嗰個 x 代負 x 嘅，所以新個 graph 係呢個嚟嘅。邊個？上面嗰個我寫咗咗。負121，負121加13 ，OK， 對唔住啊，負108 ，OK， 好啦，你翻呢個。等陣先，我陣間先講埋呢個先。係咪負 x？ 係咪左右反 ？OK， 所以第一個選擇咧就應該 reflect。OK，along y-axis 就係咁啦，最合理嘅。咁呢個你都係 marking 第一個 solution。但係如果大家同學成堂有聽我講嘢咧，你仲有第二個選擇。呢個選擇咧，其實頭先我成堂係咁 sell 你咧，我自己都覺得唔好意思。其實正常人喺呢個問題咧，就真係冇呢個需要嘅。但係你又覺得，我頭先咪講咧，因為佢哋個喐動有兩粒，我哋好難搞啊嘛。所以最合理點算啊？縮細 x 出現次數，你就好明顯會赤裸裸地呈現佢嘅喐動啦。OK， 原本個樣係咁嘅，新個 graph 你想知道啊？咁咪 computing square 多下咯，又冚啦。呢個係負3分1 x 2次，負12個 x 負121，所以新個 graph 咧就霎時間變成呢個樣。y 等於 x 加18嘅2次，咁多下減13，記得抄翻 leading coefficient 負3分1嚟。即係話今日其實咧，如果你將兩邊先後嗰兩個都 computing square 咧，我係將嘅呢個變成呢個啊，及下負3分1仍然係負3分1，負13仍然係負13，由負18變成正18，做咩啊？呢個負18變正18，做咩？加36格啦。所以其實如果你重口味咧，你仲有多個選擇嘅，就係向左，即係 left 36個 units。Optimal solution。頭先我講咗噶啦，任何喺 quadratic 裏邊咧橫向喐動咧，或者 reflect 完全係可以用 translate 嚟代替。所以呢兩者係講緊同一件事，得唔得？咁啊 OK 啦。佢話升高，同埋你會發現呢個問題咧。DSE 咧喺 description 裏邊咧，佢有戴頭盔。你見到呢個有個好似近年嗰啲問題成日話咩足智塞嘅，叫咩 A transformation， 即係你唔好褪開兩步。其實你好難褪到兩步嘅，即係你我可唔可以reflect 完或褪完再 reflect 再 reflect 啊咁樣 ？OK， 咁唔得啦啊！即係你 reflect 完再 reflect 係冇做過嘢啊嘛，唔得啦咁樣。OK，咁咪講到明single transformation。好啦，
最後啦，未得，差唔多啦。最後咧做埋呢題。今日將一條古怪嘅問題我擺喺最後。嗱，你新先。小重口味，怪怪地。但係我想俾你 feel 下啫，冇乜嘢嘅，唔係咁難做，少少重口味嘅。我哋揭頁啊，25頁。嗱，停一停，聽一聽叔叔講嘢先。喺你哋有啲同學咧，我知道佢 M2 你哋有學過啲唔同嘅 curve 啦。OK，core 咧其實除咗二次方、一次方之外，你大部分你都唔識畫嘅。三次方你哋冇學過點畫嘅。OK，第二件事聽我講多個常識先。二次怪變另外一個二次咧，總有條路可以行到去嘅。三次變三次咧，唔係次次都有路嘅。OK，即係唔一定你個三次可以變成我嗰個三次嘅。咁呢個問題咧係難得地我出咗個三次 curve OK 嘅喐動，而且可以行到去嘅。最重要呢個係一個假三次嚟嘅，唔係真三次嚟嘅。係試下，你 D 咗都睇唔到嘅。D 睇唔係 D 咗睇到嘅，對唔住，唔好 D 啦，好嘛？試下，不如我哋唔好做下啲無謂嘢，快啲，唔好 D 啦，乖啦，我真係 D 嘅，快啲，你去做2分鐘，5分，唔好啊，我唔好啦，嚟啊，快啲啊！D 其實唔好，唔係 D 咧有啲嘢係睇唔到，因為你見到個 first， 同埋你諗下，如果你 D 咗佢咧，你當你 D 咗佢，你有兩點 versus 噶嘛，咁邊點變邊點啊？其實做到嘅，你反而 B 咗係冇咁，我必須講。唔係你諗下咧，點解三次方唔係一定行？因為三次方你只有3個 root 嘅。咁你3個 root 嘅時候，如果呢兩個間距同呢兩有一個間距中間喐同一致咧，就未必。所以其實個 root 裏邊已經主宰咗有冇機會令到個 graph 行。我覺得可以睇到咯，我覺得就咁睇到咯。嗱，我賤格，各位，即係當然咧，正常咧，我咪同大家講嘅，因為二次方底下咧，你想縮成一個人窿咁樣做啊，三次方咧冇可能噶啦，你打消呢個念頭。有啲同學咧會想掹個 x 出嚟做 completing square， 你知唔知你做 completing square 為咩啊？你想縮啊嘛，唔嗲唔吊，不如咪鬼做。所以其實你掹完個 x 出嚟再做 completing square 咧係多餘嘅，仲衰。OK。咁但係呢個問題，因為我都話到佢係偽三次，你冇發現我嘅即係我嘅善良嘛？正常一個三次方嘅3210嚟嘅，呢個係321冇零次嚟嘅，佢完全一個假嘅三次。當你掹完個 x 出嚟嘅時候咧，佢完全係二次方。同埋呢個問題我哋話簡單啲，見唔到 from 啊？嗱，又係叔叔嘅問題啦。for x 嘅三次加10個 x， 二次減翻21個 x 變成呢個。咁所以第一步咧就應該係啊，既然你生得咁衰，我可唔可以睇到啲其實你作為三次方你都唔識做㗎啦？你咪掹完變翻二次方睇下識唔識咯，係咪？再加翻21，隔離嗰個咧掹個 x 出嚟 ，x 二次加 x 減12嚟嘅。OK， 好啦，然後負 x， 咁呢個你唔 complete square， 我睇下個 root 咯，因為其實成條問題咧，我都想講咧，你望一望先，有樣嘢好嘅，
我喺個 choice 底下已經話咗俾你聽，佢係冇做過上下嘅喐動嘅。即係話成個 graph 咧都係左右 reflect 啊、褪位啊，即係話個 x-intercept 喐完咧都係喐嚟喐去咁解嘅。OK， 所以我齋望個 x-intercept 已經足夠你要睇嘅。我哋望埋呢個 formula 0 1，一個係1啦，一個係-10啦，一個係正21啦。咁見到呢個係7嚟嘅 ，x 減7，下一個咧會係 x 減3嚟嘅。OK， 隔離嗰個咧呢個會係 x 啦，然後 x 加4，x 減3嚟嘅。咁所以話其實成條問題嚟到以下呢個環節咧，雖然佢冇係 unknown 出現一個，但呢個問題係乜嘢？有冇可能令到我今日呢個間隔，其實你 plot 完個 graph 咧，個三段你會見到邊點啊？死啦！到底 x 係變成 x 加4啊，定係 x 變咗 x 啊？x 加7變咗 x 加4啊？有冇可能我捉住呢個每一個嘅喐動喐緊同一件事，從而令到呢三個括號變成呢三個括號啊？但係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到底減3喐完之後係變成邊個括號？咁你首先要估啦呢件事咧，咁但係因為佢係 MC 嘅關係咧，其實估唔係估唔到嘅，即係如果大家數學正常估到嘅，但係你覺得估唔到算啦，不如我哋逐個試啦。先向右褪兩格，我逐個俾大家睇。向右褪兩格，左加右減咧，即係 x 變成 x 減2。做一個正常智慧嘅人，你唔會再做落去噶啦。x 變成 x 減2，呢 x 減9嚟嘅，呢個 x 減5嚟嘅，完全去唔到呢個樣嘅，因為下步你落符號個數字都唔啱。下個向左褪兩格啦。我左加右減，即係向左 x 變成 x 加2啦 ，x 變成 x 加2啦，加2減7即係減5啦。OK， 加2減3即係減1啦，又係啦，冇可能變成呢個樣，因為數字都唔啱。得 CD 叫 make sense 嘅。OK，C 先 reflect along y-axis， 即係 x 變負 x 喎 ，x 變負 x 即係 x 啦 ，x 變負 x 即係負 x 減7啦 ，x 變負 x 即係負 x 減3啦。再向右褪3格，各位左加右減，嗱似樣啲啦 ，x 變咗 x 減3。呢個咧 x 變做 x 減3，即係負 x 減3再減7。x 變做 x 減3，即係負 x 減3再減3。呢個咧都係有啲次序上嘅故事嘅，咁但係我覺得雖然佢係3次方，咁但係你有試得正常同咁樣試嘅嘛？即係你如果每次代落呢嚿嘢，你梗係想喊啦，大佬！你代落呢個應該輕鬆啲嘅。我亦代完 fact 開嘅樣，因為每一個都係代落 linear， 3個括號變3個括號嘅故事嘅。x 減3負 x 減3再減7，即係負 x 減4，然後負 x 減3再減3，即係負 x 嚟。結果你見到啦，喂唔係喎，呢個最似啊，起碼有個 x 減3，你話另外兩個唔似喎，唔係啊 ，x 都似嘅，而負 x 減4，最後 x 加4嚟嘅，所以最後答案 C 嚟噶，就係咁啦，得啦，冇乜嘢啫，即係佢個樣生得衰，但係咧嗱，蘇蘇必須講，二次方咧你可以求其出一條，都做到 transform， 三次方咧一定要嗰個間距咧要係有翻咁上下 ratio 先做到嘅。OK， 咁所以我之後唔會俾3次大家做嘅，俾你見下嘅。就係咁，冇嘢啦，留翻下回再講。講完，今天功課 Part 1至 Part 2A 純 MC 呢份嘢咧，我哋會3堂完晒佢噶啦，係好少，因為但係我最主要係想借呢份嘢咧嚟溫翻啲四心，因為四心要久唔時都見下，好冇？就係咁啦。有問題歡迎喺 GDM 我，有問題留低，冇問題下回見，再見。